Hello? Hello? Are you Uyghur? 啊？ Are you Uyghur? 我维吾尔， Uyghur? 我的维吾尔。你是维吾尔族人吗？不是。你怎么穿着我们维吾尔族的服装在这里？是给共产党作秀啊？或者是给中国说我们维吾尔人过得太好？给你们或者是杀了我们几百万维吾尔人？然后呢，你就穿我们服装，穿着这个羊皮的狼，在这里给美国 OK， 好，来，请登记一下。跟美国，这里很好啊，很好宣传。然后我不知道这是是给谁这个做这个宣传，给维吾尔文化吗？啊？这里我发现有人穿我们维吾尔这种服装在这里，就是这是给哪里宣传？那里面。对，我知道，我已经照了他，因为我想知道这是给哪里宣传。我们维吾尔人跟藏人，或者是我们而且你也知道，在中国我们受到很大的压迫，而且呢，在这里呢说穿我们服装，在这里挂羊头卖狗肉，这个不好。是我们主办的。不是，我知道这是你们主办的。他等一下就进来。我知道这是你们主办的，问题是他不是维吾尔人，你怎么会穿我们维吾尔人在这里宣传这个在中国，或者是维吾尔人过得好，或者是杀了我们几百万维吾尔人？维吾尔人的心就是本身就是不是跟中国连在一起。他回来我。然后你们怎么能在这里做这个宣传？这个。